将古早的残妆阿伯南北讲繁华都市，台北对倒去。阮就是无意外可怜的女儿，自细汉就来离开爹母的身边。虽然无人替阮安排将来代志，阮想要来去倒市，找着愈工多日子，也通来安慰作起心内的彼。石桥门路边的卖烟阿姊啊，人白讲对面彼间讲笑是呢是，他到时的用人，阮想要来去。我看你永远不是幸福的。代志，在世间专心着爱，早期打算才合理。亲全是不通耽误人生的事。石桥门头的番公阿伯啊，人白讲一间工厂有卖菜肴难。阮虽然也少年，拢面在半行。当前我低头写诉，伊我无希望。假撒娇子也着忍耐3冬5冬，为将来为着幸福甘愿受苦来活动。